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酷溫單車網店啊。最近呢，我哋翻咗一隻嚟自 Trinix 嘅小輪徑單車，佢係2023年生產嘅，係最新嘅型號。佢用上3乘8嘅24段變速，所以咧，無論你喺平路想有速度啦，或者喺斜路咧想輕鬆上斜，佢都俾得到你嘅。最緊要佢係價錢抵玩，性價比高，大概2000幾蚊咧，你就可以拎翻屋企啦。呢部叫做 Z5 Mini 嘅小輪徑，身高要求咧大概係1.55米至1.80米左右。顏色方面咧有短片入邊嘅灰藍色，然之後咧會有黑紅色，最後一隻顏色咧就係白藍色。以上3隻顏色咧任君選擇。喺前撥方面咧用上 Shimano Keras， 變速精準理想，容易調校。而大餅方面咧用上方心大餅，齒比係30、40同埋50齒。所以話佢輕腳又得，重腳亦得。喺後轆嘅飛輪上面咧，用上11到32齒，非常充足。假設你前邊係30齒，後邊配32齒咧，好多好大嘅斜路咧都可以足夠應付。而後撥方面就用上 Shimano 嘅 Altis 支援8速。呢張咧就係原裝 Trinix 嘅坐墊，唔會太厚，唔會太薄，啱啱好。下邊咧就會有一個免費跟埋俾你嘅反光板。法例上咧係要用到㗎。另外咧下少少咧就係一個快拆扣，掹開佢你就可以升高降低個坐盤。車頭係用上分體鵝頸，如果你隻手唔夠長去掂剎車把，或者想再伸直呢隻手，配添唔同長度嘅鵝頸就可以即刻搞掂啦。變速剎車線咧就係用上 Jack Wire。變速指撥係用上 Shimano Altis， 以左邊嘅指撥為例，數值喺3嘅時候踩得最快最重腳，1咧就會最輕腳。成架車大部分地方咧都係用鋁合金，譬如佢個車架、前叉、佢個轆、大餅等等。另外佢係可以裝水壺架，而車架咧有5年保養。呢部車嘅氣門嘴咧係用上美式，同一般汽車、爬山單車嘅氣嘴係一樣。輪組咧就係用上大約20寸嘅406輪組，車胎闊度咧係1.5寸。前後轆咧都係用上線拉碟剎，呢個 Winzip 牌子嘅效能咧都唔錯，而前後轆咧都係可以進行快拆，非常方便。唔識拆轆嘅朋友，交收嗰時咧可以同我哋提問，我哋非常樂意教你。Trinix Z5 Mini 嘅零售價2980蚊，歡迎 WhatsApp 我哋查詢再進一步嘅優惠價，同我哋酷溫買單車，我哋包送貨、包安裝，送貨由老細親自進行。交收嘅時候，同你當面檢查單車嘅制動同埋變速效能，亦都會同你分析保養小心得。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 WhatsApp 54829987同我哋落單，最快即日落單，當晚咧就可以送貨俾你啦。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牌子，歡迎繼續收睇我哋嘅 YouTube 其他介紹短片，或者去我哋嘅 Facebook 睇下其他車款。總之有咩問題就俾個 WhatsApp 我哋啦，我哋下條短片見。